姊妹平安，感谢主，今仔是圣日，咱搁在三合组织伫这个空中见面，借着现代化的这个电脑甲 online 的来讲道聚会，感谢主，互咱伫这个特别的情形下面，用特别的方式来敬拜神。这是咱头一摆安尼的经历虽然有的人也未习惯，但是咱感谢主，至少咱有法人伫即款的情形下面三合同心。虽然毋是送一个所在，但是咱送心三合来敬拜主，听神的话语，求圣灵做工主甲咱同在叫咱毋是空的占一段时间，乃是伫圣灵的带领下面，咱大家伫灵性顶面，伫属神的知识顶面，咱有进步会增加。感谢主，互咱的生命更较成熟。特别咱真需要伫即款疫情非常厉害的情形当中，真侪国家、真侪社会顶面有也侪艰苦的代志。像生理的问题，生理排生理重真侪人关点无工作身躯软弱真孤单、真忧愁、真苦闷真侪在心理上的问题。但是咱感谢主，借着神的话语，有圣灵的工作来安慰咱、鼓励咱，给天托咱信心帮助咱伫属灵顶面向前进咱三合额头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你的信实，你无离开阮，你是以马内利，你甲阮同在，无论环境怎样，你无放弃阮，你无离开阮，阮多谢你。特别伫苦难当中，耶和华，你是阮的避难所，你是阮的力量，你是阮伫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上帝啊，阮需要你的帮助，特别是这个特别的危机的时节，求主你甲阮同在，求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来勉励阮、鼓励阮，增加阮的信心，加添互阮力量。也将迄个属天的平安来赏赐互阮，阮感谢主，阮将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托你，求主你甲阮同在。阮来特别为着伫苦难当中的人、忧愁当中的人，来将因交托伫你的手内，求圣灵你借着因个人无相的问题来帮助因。因为上帝，你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上帝。倚靠你的人有福了，感谢你。阮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你，奉耶稣的名祈祷，阿门。是
主内兄弟姊妹平安。咱这礼拜所要讲的题目是上帝甲亚伯兰立约啊。伊的题目题目是上帝甲亚伯兰立约 ，God made covenant with Abram。所以，毋知兄弟姊妹，恁在记得旧年2020年的9月份头一礼拜，咱也是讲到这个亚伯拉罕的约的代志。那为什么顶摆已经讲过了？为什么这摆佫讲呢？因为真拄好2021年咱新的这一年啊，咱教会所定的迄个总主题啊，叫做福音的故事。福音的故事，就是讲到上帝拯救世间人的这个福音啊。咱要对这个圣经的第一本册《创世纪》，一直到新约啊，耶稣基督降世来到这个世间来拯救咱世间人。以上帝的这个救赎已经应验应验，甲伊的实现已经伫这个过程当中啊。上帝伫这个历代以来伊借着上帝的启示，一直到耶稣基督顶12架这个期间啊，这进程当中来实现伊的救赎。咱是用迄个有启示的顺势的这个讲述，这个耶稣的救赎，上帝的计划。互咱哩听了后有一个比较有系统的了解福音的故事就是说，互咱较有系统性的，较有照头安尼来顺势来了解上帝拯救世间人的伊的这个计划。虽然咱过去已经有讲过这个亚伯拉罕的约但是咱这摆呢，可能会阁增加一项秘密，可能是顶摆也未讲到。头先呢，咱要先读2段的经文，就是伫创世纪第12章第1节到第9节，然后15章第1节到20节。这段经文虽然有淡薄长，但是当咱读了的时阵会增加咱对整段故事一个较清楚的了解，有一个较深的印象。我仍然要用闽南话来读虽然可能毋是10分的迄个对音但是咱将整个的迄个意思甲你读出来。创世纪第12章，创世纪第12章的第1节开始创世纪第12章就是圣经的头一本册创世纪第12章第1节开始，圣经是安尼讲：耶和华对亚伯兰讲，你着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的确要叫你成做大国，我的确要赐福予你，叫你的名伟大伟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第3节，为你祝福的，我的确要赐福予伊；迄个咒诅你的，我的确要咒诅伊。地上的万族
都要因着你来得福。第四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得也甲伊同去。亚伯兰出亚兰的时节，伊的年纪是75岁，75岁。亚伯兰将伊的妻子撒来，甲伊的侄仔罗得，连伊伫赫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拢带往迦南地去，因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迄个地，到了示剑的所在摩利枪手遐，迄个时迦南人踮伫遐。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讲：我要将这个地赐予你的后裔。亚伯兰就伫遐向伊显现的耶和华做了一座坛。对遐，伊又搁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基达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埃。伊伫遐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的往南地去了。圣经就是先读到这，然后15章第1节开始，第15章第1节。这代志以后，耶和华伫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讲：亚伯兰，你毋免惊，我是你的盾牌，脚壳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讲：主耶和华，我既然无惊，你也会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下。第3节，亚伯兰又搁讲：你无有互我惊，迄个生伫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裔咯。耶和华有话对伊讲：这个人的确袂正做你的后裔。你本身所生的，才会正做你的后嗣。就安尼，伊行到外面，讲：你向天观看，所算正星，有法人消过来啊袂呢？又搁对伊讲：你的后裔也的确会安尼。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安尼正做伊的义。第7节，耶和华又搁对伊讲：我是耶和华，曾经带你出了加勒底的5年，为着要将这地赐予你为业。亚伯兰讲：主耶和华，我怎样知影必得到这地为业呢？第9节，伊讲：你为我，耶和华讲：你为我处一只3年的母牛，一只3年的母山羊，一只3年的公的绵羊，一只斑鸠，一只粗鴿。亚伯兰就除了拽来，每样破分做2半，一半对着一半排列，只有鸟无有破开。有只鸟英文是 vulture 落来，歇伫
迄死的马丁阿伯兰就将伊甲你发白了。日头正落的时阵，阿伯兰沉沉的困了。忽然有惊人的大乌暗落伫伊的身上。耶和华就对阿伯兰讲：“你的确知影，你会晓的的确要嫁给别人的地，又要服侍迄搭的人。遐的人要苦待因400年，并且因所要服侍的迄个国，我要惩罚你。然后呢，因的确要带着真侪财物对遐出来，但是你要享大寿，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遐，互人埋葬。第16，到了第4代，因的确要活到这个所在，因为阿摩利人的罪孽也无有满盈日落天黑，不了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下巴对遐目顶经过。当迄个日，耶和华甲亚伯兰立约讲：我已经使你会晓的对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斯人、阿摩利人、赫人、比利时人、利法因人、阿摩利人、迦南人、吉加瑟人、亚波斯人之地，圣经就读到这个所在。兄弟姊妹，咱已经将这两段圣经读了，关于这个救赎的这个历史咱拢知影是头先呢是人类的始祖阿当夏娃犯罪开始对迄个始祖开始的人类以后。这个罪甲这个死亡的代志就进入到这个人世间了。那对迄个时阵开始，人类就带着心中就带着迄个罪性，因为咱是对亚当夏娃迄个犯罪留落来，所以迄个基因内面就有迄个罪的基因，所以带着迄个罪性。一直到蔓延一代，搁再一代，安尼刷落去。因此呢，这个罪痛苦甲死亡就一直就传到世界的各款的民族、各款的人种一直到整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拢有这个罪，拢有这个死亡。所以圣经毋则安尼讲，因为世人拢犯了罪全世界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全世界有这罪有死，因此呢，就带来人世间的痛苦忧伤破病，一直到死亡。伫活的时阵，可能被杀。还是杀人最后呢，年纪直直老去软弱去破病，一直来到离开世间。这就是起初人犯罪所带来的这个罪กับ死亡，一直的流传落去。但是咱的上帝，伊的本性是什么呢？是圣洁的。上帝本性是公义的，是信实的，是慈爱的。所以人这个犯罪，上帝对开始就有计划要拯救咱人类
因此呢，伫即个历代，伫咧历史伫咧进行当中啊，上帝就无停诶，将即个拯救世间人诶即个计划啊，来启示互世间人啊，借着神诶仆人啊，一代过一代，安尼启示落来，流传落来，一直啊到耶稣诶出现，来拯救世间。所以希伯来书第1章第1节、第2节安尼讲，说上帝既然伫古早时啊，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会晓谕列祖，就是讲咱的列祖讲啊，互因知，就伫这个末世啊，借着伊的囝耶稣基督来甲咱讲，又早已经立耶稣基督为承受万有的，也借着伊来创造诸世界。所以上帝将这个福音的故事，拯救世间人的这个计划啊，就从古早无常的时代、无常的人，安尼启示落来，借着伊的仆人先知启示落来，一直到今仔日，到耶稣出现，做成这个救赎的工作。所以对于咱的祖先犯罪，一直到拿阿迄个时节，就这个罪啊，就一直流传伫世间每一个人，一直到拿阿洪水灭世界迄个时节，人类的罪恶已经愈来愈严重，愈来愈恶化了。毋但真厉害，人的思想啊，每日所思想的，拢是恶的，拢是歹的，连行为也是罪恶的啊！神就用这个洪水啊，来灭当当时的世界，灭当当时的人类啊，就留落拿阿一家8口，一家8个人。就是对拿阿伊的3个家，甲伊的3个新妇，因跩啊，伊的3个家、3个新妇就安尼繁衍落来啊，就一直直生，直直生，生到真侪后代。所以当时的人类呢，是虾米情形啊？毋但犯罪，心内真罪恶，所思想的拢是恶的、歹的。行为也是歹的，所以后来呢，借着这3个就流传，拿阿的3个囝就直传佫较侪，后来愈来愈侪，到一个时期迄个时节毋但人犯罪，人的心也是真犯罪，而且因要动工要做一座塔，就是。伫这个巴别这个所在做一座塔，圣经称呼叫做巴别塔因为这座塔做伫巴别这个所在名。那建造这座鬼塔，伊的目的是啥物呢？就是因讲说要传扬家己的名，传扬家己的名，真有本事，真有智慧，真有聪明可能要超过上帝，所以因就是要靠着家己的方法要来夺取上帝的荣耀要赢过上正正就魔鬼犯罪迄个时节的情形要将上帝的荣耀夺出来，要超过耶和华上帝，所以魔鬼。天使就变做魔鬼后来做人因有做罪恶也是想要靠着家己的方法，要夺取上帝的荣耀，并且用伫因内在迄款的罪恶、迄款的罪性想要控制人类要来施行各款各样的这个恶行，就是罪恶。那么迄个时节咱知影，若是这个目的做到了。迄个时的人类罪恶搁较厉害，真侪人会受到真大的灾难
所以上帝呢，伊就落来就来变乱人的口音。当时的口音讲的语言是同一款的。上帝就来变乱人的口音。因彼此后来变乱了后，彼此讲的话袂明白真痛苦。伊要做一道塔，然后一个人讲说：“你赶紧甲我打一打水来。”迄个袂晓听你咧讲啥？你讲啥物一打水你较袂晓听，就起冤家咯。迄大甲讲将迄土摕来咱要起这个巴别塔。结果呢，当时的人彼此语言不通，所以起冤家、起冲突。后来看看呢，无好势你叫阮讲袂通，个人行个路咯。所以最后呢，这人就分散了，因为语言不通，就是分散，个人行个人一个方向，就是真多真侪国家。真侪民族，安尼断延落去，安尼分拆落去。但是这项也是有这个上帝的目的达到了。为什么呢？上帝起算的旨意，做人的旨意，就是着遍满全队来管理全队，来管理。上帝所做的这个全队，管理天顶的飞鸟、海内的鱼地顶所爬的死卡的，还是昆虫来管理在上帝达到了，因为因搁再分散来遍满全队了。可惜呢，人因为自私犯罪。有一款心中的罪恶来驱使来促使因为这个罪促使人交人会无好，人交人，民交民，国交国在纷争咯，拍战咯，人结果家己伊无愿意。用上帝这款的自爱、信实、公义，真做中心，无相信这位真神真做因生活、生命的中心因此呢，地顶的人类就按照因的罪性来伫世界中造成更较多的罪恶更较无平安的代志。所以神就计划伫这个世界当中要对当中选立一个人，选立一个人为着要来解决这个罪问题先要叫人来顺服来。行神的道路，所以上帝为着要达到这个拯救，为着要达到这个将神的真理甲这个真正的信仰知识要传承落去，所以上帝就伫万人当中拣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咱今仔主要人物亚伯兰，以后改名做亚伯列罕上帝要借着伊呢来建立这个民族，这个民族呢就是以神为中心，伫世界当中要分别为圣，叫做分别为圣的子民叫做以神为中心。专心的来侍奉这位创造天地的真神的这款的民族要借着这个民族呢，将真神的信仰甲关于上帝的真理要来借着这个民族呢传达落去要甲传承落去，
以免来丧失真神的知识，以免这个世界离开了真理。所以上帝就选立这个人，对这个人啊是传教后代，要成做一个民族，是上帝所照顾、上帝所驾驶、上帝所带领的，一直来到上帝救赎的完成。所以感谢主的恩典，咱昨仔所读的迄段圣经啊，就是神怎样来竞选亚伯兰？伊本来是徛伫以色列，现在以色列的北方的一个所在，叫做俄里的一个所在。伊是徛伫这个新约各款的宗教，特别是热神上帝将呼召出来，离开了迄个环境，来顺服上帝的带领甲驾驶一直到上帝的计划成全。伫这个上帝咧选调亚伯拉罕，并且甲伊立约这项代志咱今仔日搁再来温习的一段的经文，叫做代志。上帝就站喺迄段经文内面上帝叫伊立约，甲亚伯兰立约这个约咧也是称呼做神的恩典的约。为什么是恩典的约呢？这个约就是神本身主动的来叫伊立约一切责任、一切条款伊内面的内容是上帝所详述所讲的。人只要用信心来接受来遵行、来顺服就是上帝一定无论人的情形怎样，是软弱还是袂好势，上帝也是要按照伊的信息，按照伊的恩典来成全这个约内面所列的一个条文一个内容。所以这个圣经伊上帝甲亚伯拉罕的立约，大概是安尼。伊讲神呼召伊离开伊本地、本族、本家，到这个青疏的所在去，并且呢，要应允伊将来要成做一个大国伊说我要互你成做一个大国。第二项应允什么？应允使伊甲伊的后代亚伯拉罕的后代一块地就是迦南地就是应允之地并且应允什么呢？应允亚伯拉罕伊亚伯拉罕伊的后裔真多真多形容这个真多亲像天顶的星、海边的山一样遮多，所以伊的后裔是真多，特别是属灵的后裔并且亚伯拉罕要成做万国要因着伊上帝要祝福给世间所以万国要得到神的祝福因着亚伯拉罕然后伊的后代其中的这个后裔。所以这个约呢，就是可以说是单方面的约就是神向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主动是在乎耶和华上帝，成大要还是成就，还是要在乎耶和华上帝本身所以跟这个亚伯拉罕甲伊的子孙后代无论是买入来，还是伊的僕人所生的跩囝就做一项代志，叫伊立约了后，伊就做一项代志是啥物叫做割礼。什么叫做割礼割礼就是将人的生殖器官将迄个表皮甲你割削诚做立约的一个记号有人问伊
说为什么安尼做呢？伊在百姓人就讲，是因为当时上帝交阮的始祖亚伯拉罕立定这个永远的约所以用这个割礼这个外在的这个行动做这个纪念所以这个约内面简单的有讲到几项代志。头一项呢就是咱们讲过啦，就是迦南地的应允，要应允迦南地，诚做伊亚伯拉罕叫伊的后裔徛起的所在。所以圣经第12章一再讲，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讲：你着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即讲到所要指示你的地你考倒了要指示你的一块地，迄个时伊去的时阵，抑阁毋知影要去倒了。上帝无甲因讲，是倒了一块地，什么所在，什么方向，上帝就一直带领伊就直直顺服所以第15章创世纪第7节安尼讲，耶和华伊阁对伊讲：我是耶和华，曾经带你出迦南迦勒底，迦勒底就是迦南以上北方的迄个所在，这个我你这个所在，为着要将这个地要赐予你为业，诚做你的产业当时亚伯拉罕伊脚已经向南行，已经脚踏到这个迦南这个所在了，所以上帝搁在这边甲因讲，伊说我要将这块地要赐予你为业。伊讲的这块地，就是伊现在亚伯拉罕徛的脚踏的这块地。那这个范围偌大咱现在来看，以色列这个应允之地，毋是真大。对北方到南方的埃及北方的就是迦勒底这个所在对这个南边的埃及河，一直来到北方的伯拉大河这个范围，大概现在算起来大概有58,275平方公里58,275公里，这个转大其实是真小，但是上帝有家己的意思，有家己的目的要竞选一块真重要的地北有可能到欧洲，南有可能到非洲，东有可能到亚洲，西有可能到这个欧洲。所以，这个重要的世界的中心地点上帝有家己的美意第二个应允是啥物讲上帝要赐予因真多的后裔咱信主的人是属灵上，咱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圣经安尼讲，创世纪15章4到6安尼讲，耶和华有话对亚伯兰讲。伊讲这个人就是伊讲到伊的仆人的确袂法能诚做你的后嗣，就是后裔就是继承你产业的，无法能诚做你本身所生的，才有法能诚做你的后裔后嗣第5节讲，于是带伊到外面讲说你向天观看，你数晓算天顶的星，你有法通数过来袂？有法通数无？又搁对伊讲，说你的后裔也是安尼款真多。第6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这项代志为伊的义，以信耶和华所讲的，甲耶和华本身。伊就上帝就为将伊当作是一个义人这就是伊的义了。这个义呢，这个信呢因着信才诚做义，这就是这个救恩做一个基本的条件。因信称义
罗马书5章1节，人着因信称义，因着相信上帝甲伊的话语伊的应允伊就要诚做上帝要称呼伊为义人，是无罪人，无受到公义的审判所以佫说落去，讲我的确要互你的后裔极基罪国度要对伊遐入，君王要对遐出即讲到君王要对亚伯兰出来，个国度也是要对遐出来，亚伯兰出来。我要甲你并你的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这个诚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甲你的后裔的神我耶和华要做你甲你的后裔后代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徛起的地，就是迦南的全地使托你甲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的确要做因的神。所以上帝伫第二项是要使托因的后裔真多真多。佮说落去一个应允，就是神应允要借着亚伯拉罕要祝福ทั่世界要做全世界所以第12章创世纪12章2节3节安尼讲，我的确要祝福互你，叫你的名伟大你也要叫别人得到福气，为你祝福的，我要祝福因迄个咒诅你，我要咒诅伊。地顶的万族，我要因着你得福；地顶的万族要因着亚伯拉罕伊的后裔要得到福气。这就是指明耶稣基督本身要做成这个救赎叫咱信靠的人，信靠主耶稣的人，咱就永远得到福气了。感谢主！咱今仔日对这亚伯拉罕上帝甲伊立的这个约互咱学习到一个属灵的功课头一项就是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真顺服上帝的带领离开了迄个犯罪的环境。咱今仔日信主了，咱毋是要离开这个世界，咱上帝要叫咱应该伫这个世界当中毋通甲在世间人同流合污。同流合污的意思是啥物呢？别人做啥物，咱对伊做啥物；别人做歹，咱要对因做歹，这个毋对真侪人以为说，真侪人所做的才是对的，因为逐个人都咧做毋是安尼情形。咱信主的人应该着分别为圣过这个圣洁的生活。真侪人点烟拍歹身躯毒品跋筊这个乱性性乱来造假真侪跩无好的情形。咱看到咱四周围的人，可能咱的朋友大部分的人计安尼做，咱毋通以为这就是对。侪人做真侪人去行去做的代志，无一定是对但是咱有神的启示、神的话语、神的准教，咱无要同流合污第二点呢，咱的神就是真神叫亚伯拉罕去立约伊上帝是以伊的信实来甲伊立约。伊讲要这个约要甲你世代做永远的约，伊的确要遵行。上帝袂毁约，伊的话，上帝话一定会按照伊的应允来成就、来应验。上帝是信实的，是守约的上帝所以咱应该也是安尼咱做神的囝儿，也应该是像安尼守约应该诚信无论是做生意
做人应该就有这个诚信啊，这是基督徒伫世间人的一个见证。咱若无诚实、无辛苦、无苦苦，就排主的名声，啊，求主怜悯咱，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无论咱今仔日处伫什么款的情形下面，咱伫苦难当中，伫疫情甲苦难的时节，咱的生理可能袂好势，可能欠人钱，可能身躯软弱病痛，可能拄着各款的各样的问题，但是咱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应允一定会应验，阿伯利罕啊，上帝甲伊讲啊，伊说你会晓爱有一位君王有一位救主，要借着伊来拯救世间，就是主耶稣基督借着伊会晓要祝福予世间人。咱信主的人，活伫这个罪恶的世界，咱主要的目的是啥物呢？就是借着咱的生命，借着咱信主的名，咱得救，将咱这个新的生命新的恩典甲福气，咱介绍予无信的人，叫因得到福气，这样。也阁有呢就是这个君王咱信主了后，咱有一个真高贵的身份，是啥物身份呢？就是君王的身份。咱的救主耶稣，伊是君王。咱信主了后，咱是上帝的儿女，咱是王子的身份，是君尊的迄个身份。所以咱要用咱这个君尊这个圣洁的生活将来咱伫天国的时节来永远的甲主同在，甲这位君王同在。所以咱无论伫什么情形下面，咱毋免惊，有主甲咱同在咱现在伫这个也阁活的时节也存留咱的性命伫世间的时阵，咱就好好备办家己来听候主搁再来的日子。因为将来主来要甲咱算晓算什么晓呢？咱到底伫世间是毋是有忠心来为主将来要得到赏赐要互咱一个冠冕所以也阁有一项代志，咱顶摆可能也未讲到，就是当阿伯利罕上帝甲阿伯咧行这个立约的这个特殊的时节就是有三项代志，什么呢？头一项就是因咧行这个仪式的时节咧立约有一个仪式就抬牛抬羊，然后开烧，然后因就踮遮身躯经过但是因咧执行这个仪式的时节有一只较咱老鹰呢叫做执鸟，英文叫做 vulture， 就是一款的老鹰伊头壳是光溜溜的，无毛的身躯真大只较咱老鹰呢这款的鸟专门咧食动物死来死的人的肉，也是死的这个精神野兽的肉，这款的执鸟专门咧食这个死牛、死羊、死身体食。那阿伯利罕呢，甲你赶走，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伫这个立约的当中伫这个耶稣未出现的时节伫这个过程当中有魔鬼伫咧破坏一定要甲伊赶走所以咱属神的儿女，魔鬼亲像嚎叫的狮到底是咧找通吞食的人，要陷害信主的人，咱特别要小心，毋通受试探，毋通互魔鬼试探，然后摆伫伊的手下，咱就犯罪了。求上帝怜悯甲保守咱
第12节佫讲15章的12节，你咧行这个仪式的时阵，阿表利罕困了，困咯，伊就无将这个，伊就无对在牛羊的这个要献祭在神顶经过咯。意思是啥物呢？伊困了，伊就无法通实行应该实行、应该做的代志咯。这个就是证明啥物呢？证明说人有软弱上帝甲伊立约人应该做的啥物代志？伊虽然软弱无法通做到，但是只有上帝伊本身家己来做成这个应验上帝的这个约的代志，毋连人需要什么伊会靠伊的力量来做成这个约来做成这个救恩的代志，乃是完全就靠神的恩典来做成。佮说落去呢，伊讲到说第12节咯，伊讲忽然有惊人的黑暗落伫阿表利罕的心顶，这个讲到什么呢？就是有魔鬼的乱组昨仔有讲到会拄着一项困难的代志会拄着一项无好的经历，困难的经历。第13节就讲到什么呢？就是说伊会后下要经历400年的苦难。圣经讲到安尼，就是讲到将来阿伯利罕就说了有这个以撒佫生雅各，雅各佫生12个囝，这12个囝就成做以色列，成做这个以色列国的这个民族。因这12个囝，因为这个灾难，因为是苦旱无通食无收成，所以就逃难来到埃及。迄个时阵约瑟已经伫遐咧做宰相来拯救因。因后来的蹛子孙伫埃及徛430年的时间。圣经讲到400年，这个大约年数，就是大约是430年。所以以色列伫这个埃及受苦难甚至要灭族的这款的危险，但是上帝拯救因佮说落去呢，以色列拄着困难，拄着红海毋但伫埃及受到真大的苦难然后因要逃走的时阵，然后有这个埃及的追兵马兵要来杀害因，经过这个红海，上帝很经历过红海拯救因脱离在埃及的杀害。所以对于在困难当中上帝一项一项带领经过，在百姓体验到上帝的带领，体验到上帝的慈爱甲拯救。这个互咱信主的人，咱毋通以为说咱信主了，这个万事如意了，袂拄着困难了，毋是。上帝有时会借着危险，借着苦难来栽培、来训练伊的百姓，甲使伊的行离。所以咱看见以色列人伫埃及、伫旷野拄着战争，拄着跩苦难的代志，无水通啉食的是真单纯的物件也佫拄着跩拍战的代志，也佫拄着反叛的代志，所以拄着真侪苦难。咱信主的人，上帝甲咱讲，伊说凡事互相效力，叫听神的人得到益处。苦难是叫咱经历到上帝的慈爱、上帝的带领甲上帝的拯救。咱若无经历到跩，咱就毋知影上帝到底是一位怎样的上帝会照顾咱袂会赐予咱平安袂？咱伫苦难当中，才有法通经历跩的。咱经历过跩苦难的时阵，无形中信徒的灵性就增加了，就
重进了。所以感谢主的恩典，咱现在也阁是伫疫情真厉害当中，也阁是伫苦难当中，但是咱的心内相信，耶和华是咱的避难所，是咱的力量，是咱伫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但愿咱兄弟姊妹经历到神耶主爱的信息甲权能，咱三个阿头祈祷。全能的上帝，听阮的主啊！当你将你的话语解开的时阵，你圣灵的光照加使因带，互因更较明白属灵的加使，互阮伫这个灾难当中，对局势无安定，毋知影什么在苦难才有法通到头。但是，阮相信神的话语是阮的避难所，神是阮的力量，神是阮伫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神的话语是阮脚前的灯，路顶的光。上帝阁是阮的以马内利，甲阮同在，所以阮毋免惊。阮活靠上帝，阮内面就有平安。多谢主帮助阮，特别伫苦难当中的兄弟姊妹，也帮助阮有一个传福音的心，伫苦难当中将福音传互迄需要的人。阮也知影，伫这苦难灾难一个一个接踵而来的时阵，阮也知影主第二次降临伫这个世界，这末世的时间愈来愈近。我通靠主的恩典警醒来伫这个世界内面来生活，来荣耀主。阮安尼交托你，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